歡迎收睇第8集嘅和諧婚姻三重奏。不如我哋先嚟溫習一下三重奏嘅理念同埋婚福標靶嘅結構啊。婚福標靶由招式、心法同埋內功3部分組成。招式包括5方面嘅夫婦相處技巧，心法係5個要調整嘅心態觀念，而內功講嘅就係要時刻同神保持親密嘅關係，支取力量去勝過自我。呢個標靶將三重奏嘅理念喺實踐嘅層面呈現出嚟，意思就係由第1重嘅改善夫婦相處技巧，到第2重嘅調整個人心態觀念，至到第3重從神得力，勝過自我，讓生命更新改變。上一集我哋學習咗心法4，四事兩對，佢嘅核心意義係放下執着。今日我哋要學習最後一個心法，悟出真相。悟出真相嘅核心意義係洞察同埋諒解。人都係傾向睇事情嘅表面就作出判斷同埋反應嘅，比較少會嘗試去了解下事情背後嘅真相。當配偶有一啲嘅言行令你覺得唔接受嘅時候，你有冇嘗試去諗下背後嘅原因呢？佢嘅言行會唔會係反映緊佢內心嘅一啲需要呢？我哋可以由淺入深，喺3個層面去應用悟出真相呢個心法。第一個層面係理解配偶嘅處境。當配偶有一啲嘅言行令到你係冇辦法接受，或者你唔能夠認同嘅，你嘗試下了解背後嘅原因。喺你否定或者批判之前，你嘗試下明白佢嘅言行係咪反映緊佢內在嘅一啲需要呢？如果我哋理解到配偶嘅處境同埋需要，係可以調整到自己嘅情緒同埋反應嘅。第2個層面就係理解自己嘅處境。你有冇試過因一啲好小嘅問題，自己嘅反應會好大，甚至係將個矛頭直指向配偶呢？有冇試下了解下背後嘅真相？係咪因為自己內在有一啲嘅需要，你先會咁樣反應呢？其實明白自己嘅需要都係好重要㗎，可以避免將小問題放大，可以避免負面嘅情緒升溫。第3個層面就係要悟出婚姻嘅真相。有唔少人對婚姻抱有不切實際嘅期望，以為進入咗婚姻，從此就相親相愛，過住幸福美滿嘅日子。現實中唔係咁樣嘅，婚姻中會有好多嘅爭競，好多嘅誤會、衝突、矛盾，甚至無奈。但係神往往就係藉住夫婦之間彼此嘅磨合，嚟到幫助我哋去成長，為嘅都係要祝福我哋嘅婚姻同埋生命。如果我哋明白呢個道理，喺面對夫婦相處大大小小嘅問題，就唔需要太過沮喪，因為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成長嘅機會嚟嘅。心法強調嘅係內心嘅更新。咁喺悟出真相呢個心法之下，我哋要點樣心意更新而變化呢？又要調整一啲乜嘢心態觀念呢？就係睇表面就作出判斷同埋反應，調整為洞察真相，理解大家嘅需要同埋處境。彼得前書3章8節上，總而言之，你們都要同心，彼此體恤。悟出真相呢個心法係點樣幫助夫妻喺相處上面對各種問題呢？ Victor 同 Doris 就曾經有以下經歷。呢件事咧係發生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嘅。疫情期間咧，人人都要戴口罩啦。阿 Doris 嘅辦公室咧會定期派發啲口罩咧俾員工。咁啊，每次派嗰啲咧款式啊、牌子啊都未必一樣啊。唔係每一款咧都令太太戴得舒服啦。
於是咧我就買咗一款咧日本口罩俾佢試啦。可惜佢都係覺得唔啱用，唔舒服啊。我唔甘心啦，咁啊再去買另外一款咧俾佢試，但係咧佢都係覺得唔啱用，唔舒服。我再買第3隻，仍然都係唔得。太太話咧，唔好再搞啦，我用翻辦公室派俾我嗰啲得啦，你唔好再買啦。喺過程裏邊咧，其實我係覺得唔開心嘅。因為每次咧係俾佢試啦，我都覺得佢係有情緒嘅，係唔開心嘅。當時心裏邊咧感覺到太太感受唔到我嗰份心意，覺得失望咯。自己付出咗咁多努力，佢不但冇表達欣賞，仲有啲猛震添，所以我覺得委屈啦。Victor 嘅本意只係想買到一款令太太戴得舒服嘅口罩，明明係一番好意，為對方設想，為對方付出，點解都會令到雙方都有情緒呢？之後我同太太咧傾翻呢件事啦，然後咧應用心法悟出真相。原來太太咧係有情緒咧，唔係因為呢啲口罩唔啱用，係我嘅情緒咧令到佢感到好為難。太太話咧，明明係戴得唔舒服，當然唔可以夾硬話啱用啦。但係坦白話唔啱用咧，佢就見到我個樣唔高興，係呢樣嘢咧令到佢感到好大壓力嘅。而呢種張力咧又令到佢咧起咗情緒啦。我明白咗咧太太咧反應背後嘅真相，其實佢好需要咧我有穩定嘅情緒，同我相處咧先至有安全感。我亦都明白咗自己咧反應背後嘅真相。我一方面咧就好想太太咧覺得啲口罩好啱用，戴得好舒服；另一方面咧又想佢咧表達對我嘅欣賞啦，同埋肯定啦。當呢兩個期望咧都落空咗，我就覺得失望啦，又委屈啦，所以就起咗情緒咯。其實我亦都要向佢道歉咯，係因為我冇即時對佢表達肯定同埋欣賞，就令佢咧累積咗一啲負面嘅情緒。咁呢種情緒咧，又倒翻轉頭咧，令到我有壓力。咁成件事咧就惡化咗，變得複雜咗。大家糾纏咗喺唔開心嘅情緒當中。好在丈夫咧就應用咗心法悟出真相，佢體諒咗我嘅處境同埋感受，亦都明白咗佢自己嘅需要，咁就可以正面去處理情緒啦，保障咗大家嘅關係。悟出真相呢個心法，幫助我洞察彼此嘅處境同埋需要，諒解對方嘅感受，咁就可以正面去處理同埋消化一件事。我好多謝丈夫嘅心意同埋付出，為咗令我舒服咧，鍥而不捨咁樣為我去揾口罩。喺呢件事上邊咧，其實我學咗一個功課㗎，就係以後咧要適時咁樣咧對丈夫表達欣賞，令佢感覺到被肯定啦。咁樣大家嘅關係咧就會好唔同㗎啦。其實睇返咁多年嘅婚姻，神都係透過夫婦相處上嘅磨合，雕琢同埋祝福我哋嘅生命。呢個係婚姻嘅真相。認識咗悟出真相嘅核心意義係洞察同埋諒解， Victor 就能夠理解到太太嘅處境同埋感受，同時亦明白到自己嘅需要，咁就可以調整自己嘅情緒，正面去處理件事。我哋已經學習咗5個招式同埋5個心法，下一集我哋會開始學習吩咐信息嘅第3部分內功，下一集見。